规定国小新校舍文心楼、文彩楼将其竣工，而担任市长黄伟綽、立委王定宇以及多位南关县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，正式剪彩启用。规定国小新建校舍工程开了1亿8千多万，建筑面积5000多平，总共有28间教室，包含多功能教室、班级教室以及教师办公室等空间，提供学校师生上优质的教学以及办公环境，大大的提升我们孩子的学习、同学的学习的效益，也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教育又往前迈进了一步，因为有新教室、有新的设备。能够提供新的学习。规定国小到今已经有超过100档的历史，市府为了提供师生安心的学习环境，将老旧校舍拆除重建，重新营造校园建筑新风貌。这个建筑目前是得到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规划设计类的金质奖。那它也结合了我们空间美学的规划，应用了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。做成一个生态环境。新校舍的改建是规定国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，学校感谢各方的支持，并表示相信会当予规定的囡仔大大提升学习效益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